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昨天读到的是路加福音的第7章，有罪的女人罪得蒙赦免，用香油、用头发、用眼泪来为耶稣来服侍。耶稣说他的罪都得到赦免。今天我们要来进入第11天，是路加福音的第8章第1节到第28节。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经文。过无偌久，耶稣达城市、达庄社，行透透传道，宣扬上帝国的福音。12使徒甲伊做阵，有一寡把互邪神附身，也是有破面互耶稣医好的妇人人，嘛甲伊做伙去。其中有莫达列的玛利亚，耶稣捌对伊身上赶出7个鬼。希律的管家科撒的某约安娜，甲苏珊娜，以及其他真侪妇人人，因把因家己的财物服侍耶稣，甲伊的门徒。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当这个有罪的妇人得到赦免之后，耶稣又继续周游各城各乡来传道。那在第4章的第42节，我们看到那是耶稣第一次去周游加利利，从4章42直到5章的39。那现在呢，第8章，我们看到是耶稣第2次又在周游加利利。那我们会在后面又看到耶稣还有第3次周游加利利啊。好，那这是路加他记载的一个分段的原则。那耶稣周游的意思就是他走大路，就是各处旅行。和他同去有12个，原文是只有12个，没有门徒，所以那12个就是指门徒。那还有那12个还有谁呢？曾经被邪灵所附，被疾病缠身，而且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啊，那就是接下来这些妇女呢，她们可能要么就是曾经被邪灵所附，或是被疾病所缠身。那一些得到医治，那我们也看看这些妇女，其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这个意思是高塔，那它是在加利利海西岸的一个地方哦，在加利利海西岸的地方抹大拉。那里面有一位叫做玛利亚，那路加特别记载这个玛利亚呢，其他的地方虽然都有提到这个人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福音书，但是只有路加福音特别为他解释一句，曾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好，那马太福音的27章、28章，马可福音的15章、16章，约翰福音的19章、20章，还有路加福音的24章，都是讲到耶稣复活之后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而且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头一个看见耶稣复活的人。那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前面的事迹在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但只有在路加可以找到一句话，就是这位抹大拉在加利利附近的玛利亚曾有7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那是在第8章。那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的第7章看到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得蒙赦免，好，然后呢来高摩耶稣。那我们会做一些联想，那还有更多的联想，好，或是更多的联想，还有会说这个抹大拉玛利亚是耶稣的妻子等等，好，那这个都不是圣经所说的，好，那我们只能够适度的联想，但是不要过度的联想。好，除了这个在圣经当中叫做名称叫做玛利亚的，其实有6位啊。那第一个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第二个呢是拉萨路的妹妹就是马大的妹妹玛利亚，这个我们会在路加福音也会读到她，到第10章的地方会读到这个拉萨路的姐妹玛利亚。第三个玛利亚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今天我们读到有7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第4个呢是约翰福音19章讲到格罗巴的妻子，也叫做玛利亚。6个玛利亚就是马可约翰的母亲，使徒行传第12章就往玛利亚家去，是这个马可约翰的母亲，就是马可福音作者的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那第6位玛利亚是在罗马书第16章，好，那这位是一位为了教会多多劳苦的玛利亚。
好，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有看到这几位不同的玛利亚。好，那我们继续再看，好，那这一些对不起，还有包括西律的家宰，西律的家宰呢，就是叫做苦撒，苦撒的意思呢就是预言者。那这个管家苦撒呢，他的妻子叫做约雅拿，好，意思是耶和华是有恩典的供给者哦，好，所以他应该也是个犹太人。还有苏珊娜，意思是百合花。那这些妇女、这些姐妹呢，圣经说她们都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使徒。虽然他们不是被选为12位，那12位当中的使徒，但是他们都跟着耶稣，好，然后来服侍耶稣。那我们继续再看这段经文，第4节，有一大群人对逐个城市一直聚集来耶稣遐的时，耶稣伊用譬喻甲因讲，有一个亚金子的人出去亚金子，伊亚的时，有诶落伫路边互人搭，有诶空中的鸟甲伊食了了，有诶落伫石头地，因为无水分发出来就打去。有诶落伫刺配内，刺仔甲针子平平大丛起来，煞甲伊翕死。有诶落落去好土地大丛起来，结实100倍。这话讲煞，耶稣搁大声讲，有耳孔听诶人就听。好，那这一段呢是撒种的比喻，好，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也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4章。这撒种的比喻呢，马太福音讲的是最完整哦。好，那而且后面也做解释。好，在路加福音也是很完整，也是做解释。好，所以这个撒种的比喻，好，那在于怎么样能够让种子落在好土里生长起来，能够结实到100倍100倍。在当时呢，人们的期待，如果收成能够得到7倍到10倍，这就是他们的梦想。但是耶稣是超过他们梦想的10倍，是结实100倍。那时候他们是可能连想都不敢想。但是耶稣却大声说，在圣经路加也记载说，大声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哦。那所以耶稣说，他所说的不是一个梦想，而是他们应当要听，应该要去明白的。那耶稣继续来解释他的比喻啊。耶稣的门徒问伊这个譬喻是什么意思？伊讲上帝国的奥秘已经有互恁知，毋过对别人就用譬喻，要互因看嘛看无，听嘛无了解。11节，这个譬喻的意思是安尼：真子是上帝的信息，落伫路边的是人听到信息，魔鬼随时来对因心内将信息抢去，才袂互因信来得到救。落伫石头地的是人听到信息，随时欢喜接受，不过无定根，只有暂时信，一拄着试炼就放煞。落伫气配内的是人听到信息了后，受到生活的看路、钱财甲享乐的阻碍，信息受翕死，煞袂信息。落伫好土地的是人听到信息，因信息善良的心接受，耐心听候到结实。所以耶稣继续对这些门徒说，这些比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第8章一开始讲到12个就是12使徒，接着讲到一群的妇女，接着呢第4节讲到一大群人来听耶稣的比喻。那但是呢，当他们听完比喻之后，听却是不明白，看却是看不见，听也不明白。那耶稣对这些的留在耶稣身边的人，包括12个，可能包括这些服侍他的人，说这种子呢，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信息，而落在路旁的，就是被魔鬼把上帝的道给得去，因为魔鬼怕他们得救。而第二种落在石头地上呢，就是种子，人听得到，魔鬼没有拿去，他也相信，也乐意接受，但是没有扎根，
扎根在土里面，根不深，所以一遇到考验就站立不住。好，那这个考验呢，也包括试炼，碰上了试炼或考验。那第三个就是落在荆棘的是听得到，但是呢，因为生活上的忧虑、财富、享乐、诱惑这种的烦恼，窒息了，好让他没有成长的空间，以至于呢，好有发芽有生根，可是长不上去，没有办法结果，最后就是没有结果。那这是很多基督徒的状况，就是没有办法结出果实来，好一直生活在忧虑、今生的忧虑、钱财和厌乐当中。唯有真正能够突破荆棘，是那落在好土里面，都把荆棘都挖走，把这世上的情欲败坏都带去的，才能够用纯真善良的心来持守，一直等待到它结出果实，能够结出生命来。所以这个撒种的比喻呢，耶稣是对着这一群人所说的。哦，那在马太福音讲到这个比喻是耶稣在海边所说的，其实也是耶稣在周游加利利各城的时候所说的。我们继续再看16到18节，无人点灯，无人灯点了，用红仔盖起来，也是放伫眠床骹，是甲伊栽伫灯台顶，通互入来的人看到光。因为无一项稳密的袂显露，无一项暗藏的袂露显，袂互人知。所以要注意要安怎听，因为有诶要互伊搁较侪，无诶连伊家己想讲有诶嘛，甲伊抢起来。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好，在马太后面没有接，可是路加后面有接，马可福音也有接到这个比喻，就是撒种好的比喻，好是要把上帝的话是要活出来，不是放在床底下或是斗底下，而是要放在桌上，好让能够成为黑暗人当中的帮助。但是任何想要隐藏的事都会被张扬出来。任何掩盖的事也会被揭露出来，为人所知啊。所以这个耶稣的撒种的比喻呢，这个好土就是在人的心里面，心里面是不是一个好土呢？神一来就知道。好，我们昨天看到耶稣对那个法利赛人的西门，他心里面对那个有罪女人的议论，好，他想说只是心里面想一下，耶稣马上就对他说出来，而且针对他的问题，好给予他指引。所以耶稣也对这些12个门徒跟从他的妇女学生说：你们要留心听，因为那有的要给他更多。他就是好种子撒在好种里面，可以结出不是只有30倍、60倍，甚至是100倍。因为有耳可听，就应当听，留心听。但那没有什么呢？没有留心听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一点点也要夺走。所以重点是在于这个有跟没有呢，就是有听跟没有听。那这个听呢，就是听神的话，而且要落在心里面的好土里面。那我们再看最后的3节，耶稣的老母甲兄弟来找伊，毋久人真多，袂当活去。有人甲伊讲，你的老母甲兄弟徛伫外面要见你。耶稣对因讲，听上帝话有去实行的人，就是我的老母，我的兄弟。所以这段记载在马太福音的12章不是在撒种比喻是在马太撒种比喻的前面。马可是记载在第3章，也是在这个撒种比喻的前面。可是路加福音是记载在撒种比喻的后面，因为继续延续听的这个主题。什么是听呢？21节，那些听了上帝的信息而实行，就是我的母亲和兄弟虽然他的妈妈玛利亚，他的弟弟们来到这个地方，要来找耶稣，但是耶稣呢，对他们说，凡在神的国听神的道、遵行神的话的人，都是耶稣的兄弟和姐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路加有做这样刻意的安排和连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透过今天我们所看到耶稣的12个学生，还有
病得医治、得释放的妇女们，跟随在耶稣身边的服侍。当他们听到耶稣的比喻，并且耶稣也进一步要我们知道神国的奥秘是给跟从耶稣的人能够去明了。我们要将神国的奥秘，就是让神的道能够存放在我们的心里，不受到魔鬼的夺去，也不受到试炼的攻击，更不要被今生的忧虑、钱财、厌乐所给挤住，而不能够结出子粒来。求主帮助我们用纯真、良善的心来持守神的话，耐心等候结果实，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光，像是在灯台上能够小心的听能够成为耶稣的兄弟和姐妹，成为神家里的人。愿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平安。